1分鐘教你睇明純銀。純銀係一種具有價值嘅貴金屬，擁有良好嘅延展性及可塑性，可拉成極幼嘅銀線同壓成薄片。但佢嘅產量比黃金多，所以價錢相對較平。純銀被大家廣泛使用，經常被用嚟製成各種首飾、銀幣及高級餐具等。佢同純金一樣，係一種非常之柔軟嘅貴金屬，受到撞擊後非常容易彎曲變形，並唔適合直接製成首飾。因此，坊間嘅準則係以92.5%純銀混合7.5%嘅其他貴金屬一齊融合成925純銀，再用925純銀去製作首飾，先可以達到堅固同埋款式設計多變嘅目的。用925純銀製成嘅首飾古典優雅，亦係潮流時尚嘅選擇之一。遠東珠寶。